是阮过了找别人。这款女性先唔通为痴情暗思乱。虽然伊是一个像花这呢红，可惜甲人无相共。好惜阮的纯情对伊无采空，才着看破爱别人。虽然伊是一个漂泊男子汉，风度也是真迷人。可惜无奈将你当作无情汉，才来看破爱别